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贵岛农村农地方种农沙的情形引来引地开热。中南部的TT农业区也2年来，农地方按太阳能板的面积也多为8个批，贵岛人体按到农业太胖。支持种田的人认为，按到农地路修建的土地比休息20年，又唔是因出地下水，也解决的地层下陷的问题。尤其在云林县还是在发展做绿能速度，反对种田的人认为，田丘的唔拿来耕种，体现来因细嘢，而用机器耕种路很过难，也会使之到后生人很过唔肯转来耕种哦。无论用呢农地耕种田的情形，在中南部引来引起呢，还有许多农地名就讲系在农业设施方按绿能设批，实际上系种田无耕种。今日的专题，我哋去采访云林嘉义地区，向下来反省太阳能板嘅绿能发展，到底会对台湾的土地带来哪样嘅影响？诺贝尔台湾啦，睇贵太片的棚下，唔是做到皮成太旱，略加一度，也特别喺云林麦寮，佢系对隔壁伦北乡过来添帮助的。我甲你请教一下，这安尼咧边仔骹安尼发，这敢是过鸟？安尼感觉了会好？啊，毋是无晒过日头。虽然佢唔是晒到日头，不过天啊长上到落落的，尤其同棚的诺贝种的来比，天球方种的涨价当多，原来当过喺同农地方种田，要做手工的农业太棚。你敢有想要做无？想到咧想啦，啊都也无资本是要安怎做？敢是安尼？啊，你敢袂烦恼讲这安尼去落了后，五谷就袂使逐项种啊？啊都无咱的代志做啦。和现场农民每都上来种田。这农地照你讲是爱来生产五谷的，啊，结果即马啥咧种田？歹讲啊！你生产五谷就俗死人，讲人趁来食，哈。人工菜稻做的土，菜苗做的金。一讲到一下农作物家私，农民就猛几度怪怨。云林县的总面积有1290平方公里，其中做农业生产的地只有802平方公里，也就是讲农业用地徛在62%。头摆因为农业产出高，人工机械农业速度。除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农业首都这么一个发展的定位之外，我们另外提出了一个绿能的首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能够成为全台湾的一个领头羊。云林现在这几年安装数量现在是全省第一啊！我们在不管是一般住宅或者是农舍，在上面安装的数量都是全省第一名。但是呢，有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一般的农地上面，事实上还是有些困难度上面，因为我们还是要耕种嘛。张伟贤係專門按日頭能辦一隻，最係同一般人家活動，同農業項目設施當個聽按日頭能辦。不過佢咪發現，近來見到農地想做農業太棚，行一轉台7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也伸到台19線，即上看得到一種單獨同農地項日頭能辦。這樣農業處嘅統計，農會同前年深夜的修正通過申請農業用地做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到今，雲林縣總共有203間的農地申請通過。我们这边遇到所有的农民几乎都很赞成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他们的另外一种收入，它上面可以利用它的闲置空间去做收入，它下面可以种植，上面比如说下面种植或者是下面畜牧，它都可以上面在闲置的空间可以再做个收入，然后它可以降低它的温度化，它的畜牧设施，它可以减少里面的用电。台湾有云林县、嘉义县，这些县市用电量，以契约容量而言，大概都在500 MW 到800 MW 之间。那如果屋顶都装设，其实都可以超过800 MW。
也係當前兩能發展同農業園要做到再生能源嘅真輸出，咩乜嘅當然嘅事情。問題係一下農業大棚為到合乎農業設備附屬兩能設備嘅定義，單係用估量名義來申請，因為做估量冇乜嘅標準圖清好過關，將一櫃太片呢，將氣候冇結構嘅估量大棚，片面項目嘅注目沒合法沒通過。以種香菇的項目，對，然後去申請。所以這個也算是農業設施的一種。對，農業設施，對，是合法的。一切有的人做什麼事情一切都是要合法。其實是以那個太陽能部分為主，但是這個流程以建築師來講，所有申請的大概就是以這個流程，花房或是那個菇類栽培室。所以你是以太陽能為主，對，對。合法唔過唔合理，農民要打拍講，也做種田呢。農業費本來修法目的也係可以來全變態咧。本來係做兩能設施，還係要用農業生產，也連農業都冇做嘅。一種導致咧，因為咱的下一代未曉做田啊，人家想講啊，未曉做田，這個田嘛袂使來荒廢啊，都經濟部有發一個動作，就是講要向民間投資這個太陽能發電。同雲林縣推廣兩能發電來比，隔壁嘉義縣對前年10年的修法到今，總共收到32件申請案，1件都冇准，8關都懂兩件。這個就跟種豪宅、蓋工業區沒什麼兩樣。好啊，你有其他的用途，其實我們也希望農地是所謂的明智利用的。可是農地農用為原則之下，開了這個條例，其實讓所有的地方縣府都造成困難。比如說像嘉義縣政府，我們也常常接到一些民眾講隔壁的縣可以這樣啊，為什麼你們不行？是因為他目前還沒有看到那個，就說一個比較好的這種結合方式。要是說有比較好的結合方式的話，我想這個各縣市也是一樣，他們也不會說那個去刻意的去這個反對這樣的一個發展。除咗用本地嘅限嘅農場，也係項目實施嘅活動來做兩能，合法又合理，都也為止，還冇其他方式做到行較好。農委會農試所就是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試驗，最尾發現想要結合真嘅東南。太陽能板有兩種，一個是矽晶的，一個是薄膜的。那如果說以矽晶面板來講的話，現在矽晶面板也是模組化，大概一塊大概20來公斤。那如果說要把它全部放到溫室上面去來講，它的面積跟重量，我們必須要考慮，因為整個溫室的結構必須要做一個變化。那後來評估下來講的話，是比較有問題，因為我們台灣的溫室工業整個都是模組化了。簡單來說，四代二太陽能板大概一平二太陽能板只有100公斤安重，10平足1公噸。除非老台灣溫室的模組設計改革，希望冇辦法溫室是那樣安重的兩能設施。更加困難的係，種植物要用日頭，拖一下實驗，像當時唔是日頭植物種的。99年的時候申請計劃的時候，當初的太陽能的技術還是以薄膜太陽能的技術，它的發電光譜剛好是在藍光的地方，所以等於是說它薄膜的發電光譜把藍光給用掉了，所以植物又需要藍光。我們看到那個太陽能板的配置是不合理的。其實我手邊有非常多的國外資料，國外資料在所謂的結合，如果作物生產。他們甚至說頂多能擋掉25%，可是台灣是剛好相反，台灣可能剩不到25%。而種田的農地應該先拿冇生產力的地來種，減菜政策堅固啲後生人種到家鄉耕種，要驗菜農地去種田，安尼合理係。你原本可以農作的土地拿來種電，其實我們就會發覺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看看全世界的通例裡面，沒有人會把可生產的農地拿來做所謂的綠能，包含美國在把玉米拿來做生質能的時候，其實人家就第一個擔心的，就是說你會不會與人爭糧，與農爭地？因為台灣最主要是農業結構老化的問題，你將來一定要靠機械，
啊，你靠机械，将来机械化你怎么推？经济规模怎么推？那会卡死。台南镇农会因多年传统设体主太天农成功以后，镇内几间农民开始种田，加到少南北啊规太片的田球度方，迄讲以机球田同个种田，唔但将会影响到隔壁田的日头，而用机器去做生命以难。韩国也几间农民拼唔到田，有田的人唔敢种，而田工人无田好工，一种现象积极出现呢。最简单的是，很多农民要做类似小地主大佃农的实行的时候，他们已经租不到地了，因为最近包含很多法拍，其实法拍很便宜的农地，光电业者是直接买下来去发电。良田种电以后要复耕是很难，尤其他们一签就是20年，那20年以后，你怎么去把它拔掉呢？我们的耕作人力其实是短缺的啦，那如果能够让土地养生20年，那这20年里面，每年都能够帮国家在能源缺口上做挹注的话，其实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是大有帮助。如从经济面的角度来看，1分地1年的发电收入平均在23万到25万之间。农地土地要有产出嘛，这个是重要的。如果说你有产出的话，什么形态都可以。例如说，我们很多盖温室，那温室你盖了，你有没有产出？如果没有产出，还是闲置。好，你说盖的面板太阳能板放上去了，有产出，算不算闲置？不算闲置。契约一打做20年，达分体1年就赚得到22万元，比修建补助大家当多。莫怪农民上菜上的种田，同农会修法开放条件当中，同一种法定碰的主要量太累，一种係新嘅6年模式，按照嚴格審理農業經驗嘅利用計劃咯。另外一種係所講嘅提成立下嘅蔬菜，係講咩係以後提提農業用地應該開放網絡。结合农业经营，这个是最根本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是有一些地层下陷地区，那我们希望说，不要再让它再继续地层下陷了哈。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一些那个已经遭受污染的这个农业用地，地层严重下陷的地区，它已经不适合来做农用了，因为你做农用的时候，它必须要继续再去抽地下水。那越抽呢越陷越深嘛，所以这部分呢不适合做农用的部分的农地呢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来协助，能够让它来做太阳能发电的这个使用。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高铁沿线，不到10年下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太阳能所谓的太阳能农业大棚已经出现状况了所以我们没有人在挡所谓的太阳能发电，没有人在挡绿能。而是你怎么样的结合方式才是合理的？我觉得农委会有必要跟实验单位做一个厘清之后，才来做这件事情，要不然对台湾的农地是伤害太大。一下原年嘅園內包含富美、北港、崙背同二崙在內，總共有4隻鄉鎮案度，係政府劃定嘅提成立下嘅蔬菜，一大筆原年嘅新創，做得講咩提農業區，原年一咩時候檢測全面開放6年，會影響到農業使用冇，故所期望限天順定高鐵附近嘅3公里內做得開放6年。雲林縣是雙首都的定位，我們不會只要綠能而不要農業，我們是既要農業，而且我們又要綠能，所以我們對於農業的一個保護我們是這個立場絕對沒有任何的改變的。農業首都跟綠能首都，那將來是怎麼樣？是不是前後的矛盾、人為的因素呢？那雲林所有的農產品都是全國第1位的，那將來這個順位就要退下來。當然，農民想得很單純，他們往力依靠。農地當然就是只能農用啦，這個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但是農用是什麼樣的一個定義？因為隨着這個時代科技的進步這個農用的這個範圍的話，我們可能可以重新做一些思考啦。
农委会的政策支持开放天天农业期的种田，免唔坚持传统对农田农用的讲法。是唔过面对国内反对农田种田的上，港天也站喺大拍讲，其实也先做好一般活动的量能出来。如果农业这一块青黄不接怎么办？其实我们在都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高雄市政府而言，它发展那么多法规，如果能够让它在屋顶上面把电好好安稳太阳光电种在上面，它可以取代都市的尖峰用电15% 到20% 左右。政府不是只有农业部门该检讨农地种电这件事情，而是整个国家都要检讨你的能源政策、你的配置。而且我们知道光电其实有风能、有太阳能发电，你很多的选项。两年发展按样方向冇唔错，该要检讨嘅係能源政策按度要做哪項好呢？檢查種農業人進來進都市，後建嘅面積進來進發，按樣解決中南部地區農地變嘅限嘅問題呢？均靠種田係講田種落去，也一棟又一棟嘅鐵皮大棚，算來係半一道地，比了20年，還係農民受騙呢？按樣田種落去，能擺作當上個載工拿來耕田，又係耕唔得咧。